Hello，大家好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咧，平時我喺治療小組裏面咧，都會加入一啲靜觀嘅元素嚟到做一啲嘅熱身遊戲嘅。咁靜觀啦，其實佢本身嘅概念咧就係回到當下啦，要學習去接納啦，唔去批判啦。咁咧呢啲喺身心上面咧都會帶嚟好多好處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就或者簡單講下究竟靜觀咧有咩好處啦。咁咧，其實已經有好多研究咧證實咗咧，帶嚟情緒上面嘅舒緩啦，減壓啦，改善身心嘅狀態啦，從而咧可以增加抗逆能力嘅。咁咧聽落係咪好多好處咧？咁好啦，如果我將呢一啲元素放入啲小遊戲裏面，適合唔同年紀嘅人，咁又有啲咩特別嘅好處呢？嗱，我今次介紹呢啲呢，我覺得呢就係可以同時可以增加到專注力啦，令到呢參加者可以喺好輕鬆嘅氣氛裏面呢，又學到一啲新嘢啦，亦都可以當帶領遊戲嘅時候，改善大家嘅關係，咁所以咧家長咧都可以當一個親子遊戲咁樣作一個參考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咧就分享下一啲例子啦。其中一個近排我都用得多嘅一個遊戲咧，而需要嘅道具咧就係眼罩啦。咁呢個眼罩咧就係可能係大家可能瞓覺時候用啊，搭飛機嘅時候用啦。咁今次呢一個遊戲咧，我就希望邀請參加者咧就先戴上呢一個眼罩，然後咧我就準備咗一袋有唔同物件啊、玩具啊，或者有唔同形狀啊、唔同質感嘅嘢，就俾佢哋抽，然後咧嘗試只係用手感去估下究竟你抽咗啲乜嘢咧？呢一個感官刺激咧，令到佢哋好專注喺手嘅觸感上面咧，咁就亦都係有一個靜觀嘅元素喺裡面嘅。第二個遊戲咧，我呢排咧就會比較中意同一啲長者玩嘅。咁邀請佢哋戴咗眼罩之後啦，圍圈咁樣坐啦，然後咧我就邀請大家要全程唔出聲啦，令到個環境咧盡量係安靜㗎啦。咁然後咧就靜靜咁喺佢哋後面行過，因為佢哋係圍圈咁樣坐㗎嘛。咁我哋喺外圍嘅圈度慢慢咁行過，而我幫咗啲參加者容易啲。有信心可以做到咧，開頭咧我會特登個腳步大力啲，俾佢聽到腳步聲，感覺到我喺後面行過，然後咧行咗幾個圈，喺某一部分嘅參加者後面咧就放低一啲物件，例如係一啲波啊咁樣嘅物體啦，咁咧然後佢哋開翻眼嘅時候，就要估下究竟我係有冇喺後邊擺過嘢啦。咁咧，佢哋都會覺得好得意嘅喎。雖然咧係未必會估中，但係過程咧需要好安靜啦，同埋需要增強自己個感官嘅能力啦，咁都幾好玩㗎。另外咧，我又有試過咧邀請一啲長者咧去喺台上面啦，因為有啲長者行動唔係咁方便啊，未必可以走嚟走去啦。咁咧，我哋就會喺台上面做一啲小遊戲，就係擺放一啲羽毛，然後咧就叫佢哋將個羽毛吹去對面嗰個參加者度啦，或者鬥遠啦，將啲羽毛嚟吹。咁呢個有咩靜觀元素咧？咁頭先嗰啲比較易明啦，因為要好專注、好安靜，用唔同嘅觸感去感受一啲嘢啊嘛。咁咧呢個遊戲佢個重點就係嚟自吹嗰一下啦。有時咧你叫啲參加者做呼吸練習咧，佢哋覺得好悶啊，就唔係好想玩嘅有時。咁但係當佢變成一啲咁嘅用嘢吹出嚟嘅遊戲咧，其實咧都係已經做緊一啲呼吸練習嘅。咁喺不知不覺中咧已經係練習到呼吸㗎啦。好啦，其實咧呢類型嘅遊戲咧，坊間咧都可以揾到一啲資料同埋例子嘅。咁而我曾經睇過呢一本書啦，叫做《像青蛙坐定》。咁咧入邊都有講咗一啲教小朋友玩呢啲遊戲嘅一啲概念同埋例子嘅。咁如果有興趣，大家都可以去買呢一本書嚟睇下啦。好啦，好多謝大家今日聽我分享，拜拜。